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Go 公哈发，我是怡姐。嘿，怡姐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今年啊，客家连续剧啊，在金钟奖真是大放异彩哎。对呀，尤其有一部连续剧叫做《新丁花开》，其实它是改编方子小说的《来去花莲港》。我这么爱看天师，怎么会不知道？看天师就是看电视了，而且我知道呢，还有一部客家连续剧也很棒哦，叫做《出境事务所》。其实啊，《出境事务所》呢这一部连续剧啊，真的很好看。连续剧呢就叫做《脸秀卡》。脸秀卡就是连续剧，而且我也发现啊，客家剧场的节目现在是越来越多元了，很多的年轻族群喜欢看哦。说到节目要怎么讲？节目呢就叫做节目，节目就是节目了。对，如果我们要教给大家的是呢，放假时我喜欢看连续剧，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边了解下，爱好看连续剧，边了解下，爱好看连续剧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就带你一块来看看好看的客家戏剧。成你知道吗？客家剧场啊，新丁花开啊，有一些场景就是在这边取景的。你是说在金钟奖入围很多大奖的连续剧喽？这部连续剧啊，质感很好，而且故事我也很喜欢哦，进去看看吧。小年，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哈。我在看天师的时候啊，就发现好像很多的节目都是在这边拍哦。对啊，因为八田羽衣纪念会馆啊，还有日式的风味，很多连续剧啊，还有偶像剧啊，都是在这边拍的哦。真的，我也觉得这边好像在日本一样，好有日本的味道哦。丽姐，今年客家连续剧真的好棒哦，报了很多大奖呢。除了要看好看的客家电视之外呢，赶紧要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教给大家的客家话。首先，我们帮大家复习的就是连续剧。连续剧呢，就叫做脸秀卡。脸秀卡就是连续剧的意思。除了连续剧好看之外，还有节目也很赞哦。节目呢，就叫做节目。节目就是节目的意思，当然最重要就是大家喜欢看客家电视，看电视呢就叫做看天师，看天师就是看电视的意思。还有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放假时我喜欢看连续剧，这句话应该要帮大家复习的是边了解下，爱好看连续剧，边了解下，爱好看连续剧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呢，告诉大家怎么样选择好看的客家电视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